一路有吃一次共产党的鲜肉品，可是为当了的，所以斗地一三分富贵走水。特别是所有的女人，一个都不能够打过谁，不要当水乳哦，那是个比妓女家水性欧弱，别说很多了，连他一批狗太太都一个都打不过，是一些些功夫，上我里里啊，露神一片呀。第一个罗掌柜姓戴的太太姓戴，名字叫戴的，离婚的归农长一门，在一门来这个私用几万。不怕一起不怕分，受到其他当地的火器在做珠光泛起的大堂是随身不动。正因为是朴素大方，反而特别喜爱，引起是宪兵队长终身一郎的注意，居然在这位头长太太精明部门。现在对马子地浪下一撇，不起彩礼。可与人长得漂亮，这位鬼子队长居有气势，突然一个活泼，努力的对不够嘞。看个北京的红毛抽天灵给子，写到水浪下一巴掌，那么忙真牙的出去。终身个让外相不谁不死，不能比那个豆腐来嘛一巴掌了。俺只想移动，收个女军是归军党的高线，而归军党是守军实力派，受了别气得人，所以高大人比让归战一上。来人呐！好，授官团长关太太。走！从此马上哪里出去？写到后，自眼里上爆出归进的七狗狗花狼墓碑，离开一轮，并无带个为的大毛洞一归公布，用人佛子里头打一枪，往马门打上人抬出去，虽然夫妻两家头闷闷不乐，一山不闲。关键的过来下次带门子身体受定，拿本事口口嘎嘎一起吧。呀，下次带往下都是封信，三星壳红框框，晓得来身上。关键的头战亲戚名内向，奇怪了。归太太太太一摆手，都过来，进来。上您病讲。这封信给我的，太太，谁送来的？不晓得啊。那你也不晓得着？其实那见您领拉下一请一，我这个守领兵线他乡的里大里乡。报团长，什么事？小唐，这封信谁送来的？信是我到的，是一位小姑娘送来的。是个姑娘？语调里向不女人送信的哇。这口上的鱼片在分贴，这人怕您送他给打的。好，没你的事儿，出去吧。是，大云山人带我的心里带了让我哈些，小姑娘随身我呀。男头长湖人肉想不带来送过这个守领兵，还是一位八路军。这个姑娘这人送他给打，把名内向耍个楼的。我就细细的一口。两个死漂亮，天啊年兵，别把金后不居民，他闭口心，带灯拉亮，谁开灯？明南阳三是必死。莫非是昔日轻功来自带
啥动力呢？对了，莫非是君儿中下入后心臣？阿为何说来把你后你心啊？还不可能，后你心嘛用不到闽南这样的话，别几个人，口子再讲，辛苦，很开心之皮吹出来，共中2张，实在心急。内容外分口，是一码一码落口不知耍，等样人晓得来啊！翻到第2章，作者目光带火头一码。要从喉咙可以贴出来。八路军西郊武功的血胖斗红个鬼棒，真高兴啊！好的，刚刚一路有想吃鲜肉品，现在我屋里想吃真高兴，吃个厉害。不就是要比啥了？重新翻到第1章一口，镜头头长得气。当时要错，我叫镜头，传的是个镜头不头，分是要错，是我来这个名字。本来我叫镜头，你是来认得是写的之后呢，立刻大衣上来自容我，所以结婚之后为是金融家写，我就改为写的个的镜头金融自家的妻子。你当我拿这个名字都晓得，看上去对我非常之烈叫，不只是要第啥了，看我去。越口越杀，那个叫越口越结婚了。你帮着去，害人你吃马走中伤良心。你明着气在后不的。青春翻沟里马鸣，你是我兄弟，你想一想学咋来受不起。你就在外头，不知说不心哦，你会生。八定勾人神不罢。为君真的保君遇着也是不漏了你何计那语好事人送来，历史在风行。宋代之意可两笔。可得你那哈，那个地方向后，一朵狼子出来，心啪啪，心跳嘎嘎，对发昏，爱发火，人有点发抖胖，风气可以等一趟开，这把他凶猛的，过来说法浪向生气手定嘛，都让那狼太受气了。现在估计没啥的，进来，你做啥子？本来刚才一上了日梦初醒，吃了，谁头上一头袋子浪向快把心烧掉。一封信有啥早就写过？牡丹水里下也开了一口，进来，
良心。对，不是变良心的。现在抽一口不好，不到退一个分子，但是扣下去啊，带来了地雷。为啥把下次送给别人，偏偏送不进来？看上去带领于手连家，显得你为人真胖，不肯到瓦袋东里口，肯下心磨力，他说是扣得起吗？金丹，太太，我老君心拿下几句闲话的，讲得不错。不，你在口上留着呢，不错在哪里啊？
这几个为日本人是毛民杀自家中国人来的。你讲你看，比当年的鬼云上，身在在，人心在后。现在，我中国不少，日本那个生活虽如清口，但是精神上相当愉快。清军八月在东京去八中去，但自从走自古太太，清军八月在说上门子，所以的在厉害的都毛变美，还不来着。我没面孔去寻几多，什么后期军部他吧，现在人们的才要2-3分，来在口吃不开吃不开，这个人家不太够的。现在你不当我谁还吃的呀？非得对俺留了给咱个人家我后期。听说重庆蒋介石还是抗日的呀，你可以到重庆去吗？重庆，哼，蒋介石什么东西？美国人的一条走狗。说这个也有待遇的很。我你是美国人最贵吗？我日本人的最贵一样的很呀。楼梯上摆到地板上厨子厨房我都来太太，我看他早晚也要完蛋的。根本蒋介石他不来是吗？你说这玩一玩心怎么样？其他不老军的。嘘，这个用来和谁在那里讲？这因为给他自家屋里向。我对警务首领警卫狮子后夫娘一结结乖乖的，那当初翻译与狗波跌把在误插了给他个耳膜，收到日本人你都理想为当里的，我真正是八路军大电气势力的，现在不是个样了，老为你个龙顶红帽子大大一家人家第5级个，嘿太太，更好了，我哪还在这里被这样讲法子呢？的确，共产党八路军是真心抗日，但是现在我叫几后乃下，也是进退两难呐、太太，你说是吗？军官，这样的母子良心做事情，我相信不稍微的半月内的。好了，时间不早，太太把心烧掉，早点睡吧。两在里困吧。好，两口的龙虾饼他们真要想困个。叮铃铃，你在弄挂台上个电话呢？打。喂，哪一位啊？关处长是吧？对，我关敬涛。哪一位啊？我是谍报队队长赖毛啊。哦，蓝队长。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呢？我是奉命通知，怎么样？明早早上15军军官侪要到司令部开会。要说正思想是希望侬正日出席，不要迟到啊。听见了跟你声音最出气，这样啥有告诉？什么呢？问这司令部开会说准思想晓得，有点不胜人意嘞。来就告诉一声，心里想我是本来会，他还会遇到一个后期头长，不是我无所谓。蓝队长啊，明天开会是不是？那我明天请假。请假也来不准的。为什么？我生病也不可以吗？关处长，怎么样？我刚刚1、6月不是精神蛮好的，哪能会得生病呢？蓝队长，有句话叫天有不测风云吗？懂吗？那么可以，不过最好补一张病假单了。蓝队长怎么样？希望那个多的先生们们我好高涨。好，放心，明天病假单我派人送来就是了。军官，是来买那个礼物去。对，明天司令部开会，什么肃正思想。唉，现在八路军警告我，日本人又怀疑我，我看这世界上只有你太太才是最信任我的人呐。可是八路军警告归警告，还是为难害。你对那兄弟的名字才晓得，估计对你非常理解。太太，反正明天这个会我不去开，他们拿我怎么样呢？那个叫。只要你张病假单，其他就好办。可是没害，请人上来，不可能不开证明。对。不过军医不能听，要让出版的。这第三个事情的，当然要外头去测。啥人？这个市立第3医院的院长张大夫，当你说谁？高山上毛病，一直以来看个啥体户口之家。我请户口之家来看毛病嘛，恰当的管理啊，文章评价单呀，说是一个别当的，打定主意过来调兵郎向打。士兵红日夜间接电话。喂，您好，是李第3院吗？是的，您是？我是治安军第1团关敬涛。原来是关团长。对对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请问你们院长张大夫在不在？请他到我家出诊。你太太不舒服？不，我身体不好。这电话谁是明白？男人生病听户口，去交写出来。
我把三个人自家打电话在医院里向听医生，现在桩奇怪的事体，电话里向声音不大了，精神这样喊，不想上来了。喂，喂，张医生，刚才人还在，现在不知上哪里去了。怎么办？那我去找找看。好。要是找不到，怎么样？请别的医生可以吗？可以过。如果真正遇上了疑难，啥准备要转交来，只有一张病假单，老是讲医生来自我这种身价开单口，不破离不开。好，那你瞧着办吧。不过病假单别忘了带来。病假单？对，到大马胡同1号。再见。好吧。过。因为口水的，说地步，现在这礼物真奇怪。同年初的9月里向，关键来打电话在医院里向请医生出诊，我还打下病假单。看上去口满都是假，也病假单是真的。连医生就决定了对象，他比让我想真为违反，所以因为如今一日顶风满塞，气定神闲。等医生来有些辰光了，只觉得胸中昏闷烦了。吃醉的话，那个为我加醉加水，吃几喝醉可以加几分水。把来的拿过来，刚吃水杯上面一杯，还有三菜呢，用不着老规矩，以诗代菜，拿本书出来看看，代表三菜，看他2页还太排嘴，啥个书再欢喜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啪，翻到罗当，青梅治罪人英勇。三叉青刘备吃醉自家，石头里是非兄欲打致死真。刘备还来三个，让三叉门子长得好像听见天朗响当来，他的都要心惊胆战，加入三叉的疑心。但是我现在眼睛们这个日本人比当年的三叉，我要雄才气派，我要接下来人步步当心。再看下去，关公不用我做事，我再雄霸英勇。千里保护王室，故欧贵贼落将周人兄长刘备，刚居是义气。我说一个自身，嘿，你是喝水定位不要走，我是喝鸡头长周结结。我这个官家自身不争气啊，自身不善，一口一窝是吃醉的话，玩一杯是一杯，吃到二模样，但是有至5、6分的醉意了。报告，进来，首领兵线堂大理下。报队长，怎么样？外面来了一位医生。哟，医生大已经来了，好，请他进来。是，大医生您到了。对，医生来了，要进来。其实呢，医生这一阵风气可以看一看他们等你进来的。哎，但是我这个脚步声音，大我手过来，首领兵线堂大门给啪，门里一响，一位医生打到里向。队长你嘛身上和你西装外里和你大衣，里向在一起白颜色的工作服。面孔那一副大个口罩，所以这估计2人容易嘛一双大眼睛，口罩弄脱，高粱口之人猴子美容。原来你随着你个正委杨晓东得到认为的报告，被子医生大概带来默默心慌的。现在帽子脱下来，到胃科室里一看，那位大概谁是关队长？不认得，的确。张医生不了郎，跟我一样的。对，本人就是这位是我太太。关太太，请坐。哈，请坐。三家的身体扫地，正我杨学东眼人落到关军那面孔上一看，血色不错，没人气，看上去自高上的。听说关队长身体不舒服。对，是啊。你当个第3医院比较熟悉。经常听到的哦，不过那个位医生，我该分几个？我是刚从从北平调到该大的。听来口音该当本地人的。关太太蛮细心，我的出生的郎大林。这个北平啥个医院家？北平举国医院。奇怪，有医院听见东西的，举国医院从来没听见过。大概这医院呢，规模小，名气不响。那么听着呢，真姓大名？我姓戴，戴我的名字叫戴真理。戴真理，大概姓记不见，不知看啥个口吻，这戴口是用这小话来的。那么戴医生不知看啥个口吻？正为啥我们周口思想口，经常来自关键党的心灵。我是看新浪血管周口的。总是为何不是看精神病周口？根本是头长的毛病。我把大口内口，
这还在你分，也辛苦累积上上。哈是，啪，出针把当一当开，气温计拿出来扇一扇到，水放大龟头上的舌头有红头，再请你水伸出来，塞在这里大袋里马门上扣一扣水边，半分钟44条，比正常的你稍微多一点点。气温计拿出来扣一扣温度，37度。后日一点点5个，只不过身体都只看日子，搿点卫生常识真还是有个样。看见面孔红彤彤，比让白来皮高脚背，看上去吃子嘴，只是面孔会得红，身体会得高阔。关头长进来头也有点晕，是有点头晕。要是想困不着觉，熬到还要做噩梦。梦到一直做，噩梦不到做那些个我。对，常做梦。看门上去对了，女大三国也多一点点应对过去了。关头长的眼睛还有点花啊。现在做女的可是不知道，现在不是正常买的呀，好点子了。是呀，有辰光看出去发火呀。所以夫人看人还是看自己才看不清爽。不看自己才看不是的，是呀，看不到清爽。因此为要追出老腿。对了，但是要追错的。刚刚外边出了，一路一下出来，自家头门风口去打，一直修过去，再回转来，浪费他半个钟头。不过这个不是爱护，那个是气婚呀。对，有事要走错路。关头长现在进来，为啥就为了头婚爱护？因为头长的心脏有毛病了。心脏上有毛病？一点也不急，啥子？刚刚当，吃子这样地区嘛，总归身体有点高亢的。哦，我心脏有病。一看你到夫妻两个的谁不急？那么我也不一点点哈流到吃着，因为了让头长的心脏中面上置一个道路。啥子啊？该位医生是不平两个心血管作家，难怪一盆神经不会是错怪，道路吧？海平地叫道路，不海平地谁伤癌？不是肝癌、胃癌、心脏癌啊？像农人伤癌嘛，你们的放癌。听起来讲心脏上有个道理，不与自己睡忙症，心脏上弹一拳，风过他痛啊！大夫，那怎么没感觉呢？一看夫妻两个人的谁觉着，请关头长关太太，你都应该相信我的证据。根本他人家讲讲，现在回不到，但是为了发觉，我这个正常只不过是头昏眼花，发觉到将来必然影响许多，我不会妨碍你的生命。各位医生三头出钱，但是个女新人，把大病人看毛病为想到这个谁路呢？相对的呀，一遇毛病谁不能大病，不能大病为要多少受少奖，但是现在眼睛是妨碍生命。戴医生，是你，可是还分到这个地步。有啥个办法讲？办法只有一个，欺负对你大赛里公取得人民的信任，这个哪干？办法，对，我就是东西的裸特，对，开单，心上开单，不是开马上也，速度比较容易，是不是开心？真的开心啊！一句43年，心脏马虎睡着，为了使你家族，这里怪他不想。夫妻两个的谁不想？作为两些东西就抓牢时机。关头长，大夫，像你中国有句老话，叫是凭是得知。是个。有否这多累伤心机，大队开打莫以
下来做那个关公种子大家子，活动不大，大你开刀了吗？对对，所以希望你关注诈骗疑心，你我应该出几个教训。哦，现在做女的开单是不来事的，不过我的。但是啥，开单了，你竟然带线了呀？对，办着地上的男人开单带线，我还当女人，我还当兵的了。不，大夫，我太太她要担心，有没有其他办法呢？破开刀，咱们去虚样的疗法了。我就不是在他人的，跟着听电视上开他证明。对对对，必须是一个地方吧？有道理。不，应该长期的虚样嘛，他不能让人给到省里。那么少地方去讲？要到农村到山区，那不能说得出的，到山里向去虚样的。大夫，你给他情况不了解的，到底是不明来个，你给他上任具体情况。大夫，你知道吗？山区都是八路军根据地，怎么能去呢？我现在关键的心里也明白，关之后现在所主领的只不过是地头线，而现在农村山区对城市已经迎人之包围了。关队长，大夫，我想你也明白，怎么样？山区阳光充足，农村空气新鲜，这个对于养病才是最好的选择。这句我弄不懂。山区里向空气新鲜，这个阳光充足，哎呀，给他上人的天还是一样可以不他样？大夫不是一样的吗？两样的，上人上他阳。日本帝国主义太阳级太阳，国民党汪伪政府青天白日级的太阳，而农村山区的太阳是毛主席共产党的红太阳。关于上内港的阳，我看两样。怎么两样？到山区阳光对于你眼睛的功能还是有改善的。哦。好谁得高来，看得清，一步后头路不迷。一记骨光，胸襟阔，看得见中国同心肠。下山去，清洁绿谷心，寂寞绿，豆花迎江神西，一抹绿，十分鬼子的讨厌。哎呦，我也讲不得，替共产党八路军了新肉啊！啥叫我到山区里向去宣扬，分明叫我到共产党八路军根据地去开眼界啊！好的了，刚刚一路里向散发新肉品，在思想工作做不到自我理想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是4月底才一个医生。不错，我看你是八路军的密探。那你给他公布的那个他称呼我是哪个事体？但是我的确是位实名救命的医生，那个出毛病，他是我的中医生看得好。关队长，天马戏团那是也开刀的，但是我同意来去宣扬。那么同志，开刀是要我个命，宣扬是要做我个思想工作，那么后让扯起来着。哼，好大的胆！你要知道这是我的家，我有枪，我可以马上毙了你，这都给他睡猛子枪给往下打。你把那地上我也参与的我也写了，那是我有心脏病，我可能有神经病来陪我。笑什么？我是关进党，都三不觉得怎么样？你与枪我写的，枪人被打杀人，这个是最普通的常识。我也举那个名，那个说我的名，这倒是我意料之中。作为大家以往之身，收集现在我来求求呢，但是分享的呢编译的很用功，让日本帝国主义统下的上人里，让那个伪军头长的公布里，对付我日本的水部层级的以上，内用枪毙，这种枪仗出来的应用，哪道是不可惜啊？我想。那姓关，怎么样？是切身与关的关，不是姓名不关的关。昆山一个爱国为人家故意不神经干过，国家兴亡，匹夫于责。来作为一个大兵的军官，哪样是考虑不关？所以在大力之前的光明党人，希望来当起来的为他做过去生命的伟大，滚不得了！一般闲话，好像我已经把你头包围，只能够听你闲话，只能够跟你办了。我带你妈妈，你让我屋里向一个。那是个真正被那个肉做女子里向的，我原来呢还谁呢哈？那都是非靠外体呀。看上去是来做我后继头长的统一主席工作吧？稍等一下，顺文代表我一起讲闲话，说出来的闲话还能够代言。
但是我现在能喊大夫里，你啪努力做起来，伤你个性命。对啊，虽然讲闲话伤我个正义，但是李玉竹玉拍的对子头是一条好过事业的神才，我关键的不介意。这是我的家，你别再胡说八道，赶快走，要不然我马上下命令逮捕你。这是身为阿婆不婆，阿罪不罪。哦，难怪都长我也下令逮捕了。对，我可应该逮捕不是我是那关进党，因为那在中国人民都是非谁。那么好，为个还有女兵长顶两路上的，一句话都不肯让，看到那条进真那种，为是我很怕，立起身来当当当。最得是要是在边浪向起这头忙正江宁领用打上去，但是眼手上你的过去么为让隔离的面对。为是有多了，真正非要不定眼色不了内口，会用来的忙正江宁领浪向打一。能理解，指令兵在他您大概一下。报告团长，什么事？好，哟，传我命令，是吩咐外边准备点心，请这位大夫吃宵夜。去交写出来了，伢你干嘛的是吩咐？可关键的让紧要规定能够控制自家构成死路的，同样就是的确是一道法宝之一。而上级要批准整体规定的还是实事有事。关队长，好了好了，今天晚上吃了点心，待会儿你就走吧。关队长，进来。是。什么事啊？范主任到，啪，名批书拿来。这头水浪向小公之人肥大唱。这个高级的孙耀来方为的少，你这门是一个高医生是我请的来的，而我这个两个都是不请自来，一个是共产党，一个是小公之人，真的非着阴里阳的放了一道欺负要保住，也会在我的肥皂上委屈北不的，也高医生最很难背，那么难背，那好背，那要互为之。